你们2个人去钓龙虾，我跟爷爷去休息了。教你钓龙虾，像这种草这种地方，你也要挑，就是草太密集的，你不太好拉扯，所以你要选这种比较空的地方。我选这里。你等等，你拉不起来的。你看啊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看啊。你装什么装啊？我都不想说。哎，有，真有，真有，真有。我觉得是猪肝太大块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哦，有，看到没？没看到。好，让你看一下。喂，好，很好。哎呦，其实即使它掉到你那一块，它也不会就是说上你的钩的，好吧？哦，有了，你看看，哇，2只。注意啊，2只啊，2只。你看，依依不舍。我应该是不是准备一个？哦，我丢那里。你刚才哪里掉了？哎，没关系，还有1只。真是不知社会的险恶呀，这只小龙虾。不过一般这么小的我们不会吃的了。那就是钓着玩了。对呀。哎呦，哎，怎么那么小？没有，刚刚2只，有1只掉下去了。你这么小的放开它吧，主要是大的都老奸巨猾。我敬你了。他说谢谢你。哎，我钓龙虾其实是初中以后的事情了。我以前不钓，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基本上都被关在一个房间里。为啥呢？不让出门。哦，是的，小时候是这样的，因为怕你太晚回来。你小时候没朋友，那你一个人都干嘛？一个人发呆啊。一个人发呆，在哪里啊？在家里啊，在学校操场都是发呆。那我和你不太一样，我可能在田里躺着。我小时候很孤僻的。我也差不多吧。你都能在田里躺着还孤僻啊？那时候其实就跟躺在草坪上，可能小时候也不怕脏啊、蚊虫什么的，就感觉很舒服，这样风吹着，然后看看天空什么的。小时候你都玩些啥嘞？打弹珠啊，那些城里会玩。打弹珠我也玩，还有扑克牌，哦，不是，是那种盖板的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其实玩的差不多。农村的话就多一点，就是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，钓龙虾。我觉得这个户外的会好玩一点。确实，小时候根本不管天热不热的，都感觉钓龙虾很快乐。可能是会有一刹那是那种触动。小时候和现在同样去钓龙虾，它给你的感受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你现在心里有一定的压力，然后可能不会像小时候那么的肆无忌惮啊，那么的欢快，完全抛弃所有事情，只为了一下午就是去钓龙虾。但是这是我现在做不到的。我觉得我失去了就是童年吧，很复杂。